你有冇諗過，如果唔係上帝借着耶穌基督嘅福音揾到你，家陣你會身處何方？係咪仲係生活得好地地呢？有啲人嘅生活係被酗酒摧毀，有啲人生活喺關係破碎中，佢飲酒放縱吸毒，有啲人佢係生活喺病痛當中坐監，甚至會早逝，呢啲都可以發生喺我哋身上噶。但係上帝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，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裏。我哋係咪應該回想一下福音係點樣臨到我哋嘅呢？喺某一個時刻，當你作決定回應呼求，借着耶穌嘅名得着幫助同赦免嘅時候，聖經應許話：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，人如果係唔信嘅話，就唔能夠求告。人如果未曾聽見或者讀到耶穌嘅事蹟，知道佢嘅死，知道佢赦罪嘅應許同佢救贖嘅恩典嘅話，人又點可能會信呢？因為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如果冇人傳道，又點會有人聽見？冇人寫低，又點有人讀到呢？正因為咁，趁着尚有機會，上帝就呼召我哋持續向他人提供佢曾賜予我哋嘅機會，喺我哋所在之處作見證。喺我哋冇辦法抵達嘅地方呢，我哋嘅十一同埋奉獻係可以到達噶。上帝所賜予我哋手中嘅祝福，無論係物質嘅或者係屬靈上嘅，皆可歸還喺佢手，成為廣傳福音嘅器皿。甚至我哋瞓覺嘅時候，呢個器皿都會不停歇。我哋分享得越多，上帝嘅託付俾我哋就會越多，使我哋能夠持續分享。耶穌話：你們要給人，就必有給你們的，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，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懷裏，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，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。當我哋歸還十一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